乡亲啊，南投溪地乡的头社活盆地，即摆金针花甲马鞭草开甲长水，真侪游客来体验这种亲像水床的活盆地，是惊惊胆胆，阁感觉真好耍。日月潭头社活盆地5月份的花访是非常自然美丽。活盆地的金针花哈，它说里面有6、7种的不同的这个彩色的这种金针花。紫色的马鞭草跟金针花是种在活盆地上面，所以可以来这边体验那个水床的草上飞的活盆地。大片的花海配合古镇的体验，逐天的游客拢袂少。导览人员介绍万年形成的活盆地，有75米的泥炭土。这是1万年前的日坛，慢慢遗迹起来。你啊，看像即摆若无种植的所在，1年的当中有一人悬的杂草，较早的人袂甲烧，就要自动去熬落，1年才立起1公分。那活盆地体验，让游客又过惊又爱耍。像水床一样吗？对，很好玩。为5月到11月，阁有无共品种的花会继续开，阁会当体验活盆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